中國香港嘅華頓啦，上一場咧佢嗰個右邊嘅威力都大㗎，咁所以場波咧孟加拉啦都比較係着重咧就 hold 住佢揾人啊。個賽前有個咧就比上次到印度嘅時候啦，更加大型嘅 Tifo 啊嚇，港隊勁抽，之後港隊一次嘅機會先啦，顏卓斌一個大嘅送同埋遠處位置中落安嘅頭槌，即係同埋中間，但係過唔到對手門就麻麻噃。咁啊呢邊嘅孟加拉亦都有個嘅教球啦，亦都有咁嘅能力揼埋去嘅。當時咧就話祖連奴呢個波咧就翻嚟去頂個波嘅時間咧就頂翻轉頭啊，但係好在龍門嘅謝家榮都能夠可以好定咁接實個波嘅。加埋呢場波就取代啦，因為十字韌帶受傷關係需要長頭嘅 Captain 門將鄭陽輝嘅。另一次機會見到就一個長條送到埋遠處啦，中落安就似乎有少俾人掹掹地嘅嚇，就周元德嘅咬射都係散中人。呢個波咗我都覺得咧，周元德啦係俾對方咧就掹住件衫啊，咁亦都失咗重心。咁啊頭先又冇睇到啦，咁個波就冇俾神馬㗎嚇。然之後就去到上場中後段啦，留意呢邊啊，卡斯一控就甩咗腳彈翻轉頭，擊殺咧就好機警嘅老大哥啊，放正選嘅費蘭道偷走個波，都過到犯規，點解球證只有12碼一點多？當時呢個波佢攞到嚟應該問題唔大嘅，咁啊但係最慘嗰腳咧就先報啊，先報嘅時間就心急啊，咁啊派出就隊長就安永佳，咁安永佳咧都似乎死個波都好有信心嘅，咁射出一個咧貼地波不特止啊，龍門都捉錯路嘅。未對計咧，就上個月啦嘛，泰皇杯咪對住伊拉克嘅時候啦，再次操刀12碼成功得手，36分鐘主場之力嘅香港就係領先1-0啊嚇，相當開心啊！佢呢邊嘅周永佳啊，成班球友即刻衝去國球旗一齊慶祝啊，無分彼此。即係輪到隻孟加拉嘅一次機會啦，送到埋 set 到住嚟自查祖利嘅，嗱好嘢啊！咁見到隻顏卓斌啊，成功係頂翻住個位先。整個上半場咧就孟加拉踢下就有啲改變嘅，因為啲波咧係長傳斜傳嗰啲波咧係事實話打得好過上半場㗎孟加拉。今次呢個場波就嚟自隊長巴文㗎，為俾右閘斜插冚咗上嚟嘅烏啲。咁好彩啊，孟門將交換出嚟都夠晒快嘅。你追翻轉頭最近個場波球員就係7號嘅祖連奴啊，都爭啲俾呢邊嘅將烏啲去偷襲得手。咁呢邊個波就搶到嘅，佢話呢個波可惜就甩得啱㗎啦，係腳都唔係好順啊，咁啊就呢邊路呢個波只要甩得準嘅話咧就呢個波。